位伫咧安南区宜安路二段，有一间安南区正少见的早午餐以及餐酒馆的新开餐厅，而且伫假日有乐团歌手表演，伫安南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I can wait a moment. Tell me quando. 而且这间餐厅的餐点不止口味好，摆盘嘛才用心，因为这拢是头家陈美玲的坚持，用煮好请人食的心意，料理好每一位顾客。我想要让大家可以享受到本餐厅的所有对自己、对人生，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可以顾到的养生。然后还有，因为毕竟在家中遇到蛮多一些事故，那这些事故当中呢，就是会体会到人要吃的健康，所以我的餐点都是健康的、素食的也可以用的，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特色的一些人家可能在外面吃不到的一些我们的执着跟我的信念，我想把我的理念在地在安南区可以推广开来。看到陈美玲遐尔努力为故乡的餐饮多元文化打拼，议员蔡立青也运用家己的网络平台替这间店来做宣传，同时也向大家推荐因的美味料理。我们这边的年轻父母呢，其实一到了假日，就是带着孩子往市中心去冲，不会留在安南区消费，因为没有那种灯光美、气氛加环境悠闲优雅的一个用餐的餐厅的环境。那所以他就是自己土生土长，这个陈美玲老板，他希望在安南区可以开始有这样的店面，就是他带着小孩子冲市区的那种心情，他可以希望未来可以在安南区，所以他就率先自己先很勇敢的尝试了这间店面。那他希望这个带动以后呢，可以用成功的效果去吸引餐饮同业聚集到安南区来开店，让安南区的餐饮业可以再进一步，而且可以再升级。这间餐厅的口味非常的多元，餐点包含意式的松露鸭胸炖饭、日式的和风 sake 挂虾、麻油胡麻松板猪炖饭、黑蜜吐司、养生粥品等各种中西餐点的口味，而且大部分食材全部拢是东港采买。为了就是要让消费者品尝到上新鲜又够健康的美食，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